捷成集團咧係一間老牌公司啦，喺香港超過100年嘅。咁佢裡面嘅核心業務咧分為4類啦。咁其中係有汽車啦，亦都有消費品啦，亦都有就紅酒同埋啤酒啦，亦都有個工業用品部。捷成國際物流公司咧係捷成集團嘅子公司。咁我哋嘅生意除咗係俾翻母公司嘅物流管理同埋供應鏈管理之外咧，其實我亦都係俾緊街外其他客人有一條龍嘅物流同埋供應鏈服務嘅。我哋個倉庫咧係響火炭，而佔嘅面積係超過15萬尺，裡面有包括咗有空調同埋非空調嘅貨倉。而我哋嘅空調貨倉咧係超過35000尺，而主要個擺放嘅物品咧係紅酒同埋一啲所謂電子產品。紅酒嘅貨倉裏面咧係其實分開咗高級同埋普通葡萄酒嘅倉儲。香港品質保證局喺2010年發放嘅證書裏面咧，捷成國際物流係第一批公司攞到普通葡萄酒同埋高級葡萄酒嘅認證計劃。咁我哋嘅運輸隊伍參照翻香港品質保證局裏面定落嚟嘅規則，去送我哋嘅普通紅酒同埋高級葡萄酒俾我哋嘅客戶，而裡面個溫度同埋個濕度控制咧，都係一路維持翻22度以下係我哋普通葡萄酒，高級葡萄酒咧，我哋一路維持翻係11至17度攝氏，令到我哋嘅酒嘅質素同埋客戶嗰個滿意度咧係保存到最好嘅。香港品質保證局喺1989年由香港政府成立一個嘅非牟利機構。我哋嘅宗旨咧，希望係透過科技嘅轉移，將一啲良好嘅管理辦法係引進俾香港嘅企業。嗱，紅酒嘅管理嚟講咧，我哋喺認證嘅計劃裏邊咧，分開2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系統上面嘅要求，第二個咧係實務上面嘅要求。系統上面嘅要求咧，我哋好希望咧係能夠咧透過佢喺執行啦、喺策劃啦、喺呢一個嘅持續改善嗰方面咧，係幫助佢哋提升佢哋嗰個管理嘅水平嘅。咁喺實務嗰方面嚟講，喺呢一個嘅紅酒嘅整個認證計劃裏邊咧，係包括我哋要注意到佢哋嘅溫度嘅控制啦、佢哋嘅濕度嘅控制啦、喺佢哋嘅光線啊、震動啊，喺呢一個嘅倉存或者喺運輸過程裏邊啊嘅一啲嘅管理啊，依紅酒呢個葡萄酒本身嘅運輸嘅過程裏邊嗰啲嘅要求等等呢啲，我哋都係極之係關注嘅。最後亦都係關於佢哋嘅業界上邊，如果係有啲乜嘢係呢一個係同呢個質量上邊係有呢一個問題嘅話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咧係有一個嘅驗疏係去即係去確保呢一個嘅用家同埋呢一個使用者咧係有一個保障喺裏邊。咁主要呢2個部分。紅酒嘅生意除咗我哋傳統嘅批發啦、零售啦、貿易之外咧，咁我哋會跟住見到嘅後邊可能有紅酒嘅生產啦，甚至乎係外國公司係借助物流公司成為佢嘅平台而做一啲互聯網嘅紅酒生意。好多世界性嘅 wine tasting 啦，甚至乎世界性嘅 wine competition 啦，係香港咧係會舉辦嘅。呢啲咁嘅活動咧，亦都會帶出咗好大嘅紅酒商機之外咧，對紅酒物流嘅需求咧，我哋相信都係越嚟越大嘅。咁而紅酒物流嘅生意，亦都因為紅酒中心嘅存在咧，我相信將來嗰個增值能夠可以有更大嘅商機。咁紅酒生意當然我哋唔能夠排除咗我哋高級葡萄酒嘅存在嘅價值。高級葡萄酒除咗享用飲用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啲投資者買翻嚟作為投資啦、收藏啦、拍賣啦，甚至乎係要嚟增值。呢個認證計劃亦都話俾大家聽，高級葡萄酒擺咗一個喺個認證嘅倉庫裏面，而紅酒物流公司除咗俾咗一個完善嘅保險計劃之外，保安啊或者其他嘅物流配套盡善盡美。紅酒物流公司今日要做嘅就係令到支酒喺個倉庫裏面不經喐動，但係能夠增值。而個投資者亦都因為喺一個認證倉庫裏面，而可以將佢哋嘅酒咧係賣俾其他人，而唔需要將佢搬動。咁而唔需要搬動對嗰支紅酒嘅品質嘅保證啦。
咁亦都係嗰個增值投資，相信亦都係一個好處。其實未來紅酒以香港作為一個貿易中心係一定存在嘅。咁而紅酒物流同埋一個認證嘅計劃呢，咁我哋相信係對物流嘅供應商喺香港嚟講呢，係應該有一個持續發展嘅好處嘅。